鼓励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。每一个美丽的、美丽的分离都需要上天祈求感情出现奇迹。未来的日子需要多少个谎言，用来欺骗自己，麻醉自己。需要多少同情，多少用心，爱不是死心塌地，就有结局。谢谢大家来我的演唱会。OK， 你们去赶高铁，你们去赶高铁。谢谢徐伟宁，太棒了，太好听了。我没给你丢脸吧？太棒了，等下新闻肯定交给我这边。我先，OK，金先生。太好玩了！其实刚刚那全部都是临时的，我不知道为了这一段。还好他有先订高铁票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他唱到什么时候。他平常在 KTV 真的就是一个人抱着麦克风，然后这样一直唱。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，就困在围墙里面。谁都以为不听不哽咽就没感觉，一转身才发现，空气里面依旧飘散着记忆的气味。不能改变，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，就困在围墙里面。最可悲都不能再退步，对。尖叫声，李玖哲！尖叫声，郑信哲 ！Crazy！ 哇，好开心哦！谢谢你。哎，谢谢你真的是我的偶像哥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你们爱 Eric 吗？你们爱李哲哲吗？这是骗子。那么爱你哥。哎呦，谢谢高兄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真的是听你的歌长大的。啊？听过？你几岁了？我24岁。我的妈呀，我现在。哇！这样 I know。我其实跟我哥哥跟弟弟讲说你今天当我嘉宾，他们都完全不相信。真的假的？相信了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哪。哥哥弟弟在哪里？相信了吧？哎呦！嗨！相信了吗？哇！非常开心，谢谢 Eric，Thank you。我真的我也刚刚也说了，我觉得 Eric 是这个 New Generation 最会创作的，最会唱的，最帅的。我看到 Eric， 我想到我自己。没有，太厉害。Yes。太棒了。嗯。不完美，我没有这个歌，这个。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，真的心疼。太好听了。等一下，我也准备了一个。哦，你准备一首歌吗？对。是我的歌吗？等一下哦。我看一下歌词。等一下，我自己的歌词都记不起来，我记得你。我们猜什么歌 ？How does this go？啊，你说那是你最远的
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超爱这首歌，问题是我背不起那个歌词。谢谢，太好听，要太好听。谢谢。大家们很嗨。哎，突然看看那个1、2秒很尴尬，有没有？那我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高雄的演唱会。Thank you。然后希望10月12号在小巨蛋，你有空的话，你没有事情的话，你也可以肯定会来，我肯定会来。对啊。大家10月12号小巨蛋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我把舞台交给你。好啊，那你先休息。好，我去休息。那我先唱一首歌，你喝个水，是什么？换个衣服啊，就都是汗，也可能要换个内裤啊，就等一下回来。好，我去换个衣服。以后要人看你的做饭。下次再约吃火